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新竹路超大豪雨，这个铁基路拢淹水了，所以车无法度通行。请记者陈梦轩甲咱讲落雨的状况。 好，是的，主播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，超大雨势狂炸新竹。以香山车站来说呢，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，雨势这么大，而且是来得又快又急，轨道都淹水了，变成小河，连铁轨都泡在水里。也因为呢这样的豪雨淹水造成了火车的双线不通。台铁成立了2级应变小组因应，一直到水位退去10点58分才恢复了正常通行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从火车的车厢往外头看可以看到雨势真的很大，就如同是台风天一样。也在这里特别要提醒您呢，气象局是发布了大豪雨地区有3个地方，包括了桃园市、新竹市还有新竹县。另外大雨的地区有包括了新北市、台北市、基隆市还有宜兰县以及苗栗县。提醒您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。